嗰做家私嘅生意呢，無論誰來誰冇嘅，伊行一百同講，爸爸眼咪會做經銷人員，我用來翻譯。你的表情很有趣誒。迄老輩真是尋到條路吼，養來效力那個啊。嘿哦。係啊。你覺得不是首選？唔係，因為那個環境過局限啦。未來啊，未來我細年咧，我看咧喺世界，唔係看像台灣那個地方啊。伊迄有法度吼，出去我結是條路嘛，迄嘛做得啦。唔像看台灣啊，無上嘅伊個物主嘅像看啊哦，按西嘅世界，因為愛就會按嘅，愛爸爸嘛係按嘅。做農家人看咧全部都可以填。做警察可能也係個圈子，做小鳳嘛係。唔個思想吼，攏係一種公務人員嘅思想吼。係明講啊，吼，一生人來一個世界，因就浪費啊。哦，係哦。係啊。唔過公務員也可以做到，唔過你還去美國讀書嘅比賽啊，你還也是可以做得還蠻多彩多姿啊。佢可以啊。哦。喺我後輩啊，差唔多30-40歲40歲嘅，我樣去即行出去看一條東西嘅啊。哦。係。嗰種太遲了。哦，唔敢冇聽慢。假使你可以後生嘅時節，你行出去看嗰度啊，可能會知道講還有嗰度嘅事情可以做誒。我一天我談論爸爸阿公安尼嘅腳步。係。哦，假使你感覺我行起上去來做，未可以。怎麼可以咩？我冇，我喊天一定會做嘛的，唔好做犯法嘅事情就好誒。